讲到台湾武术的源头历史，佢当然会蛮多的，如系西罗七强嘅阿三师，恁拜西罗七强佢实行武术，当天人家讲如晓得嘅，大大小小嘅武馆，韩国系睇抵抗外人欺负，韩国养成做闹热的时节，有专门重要的 TV， 不过更加练武的人引来引少嘅。七强武术日渐日没落嘅，比如到上述百年武术传奇，武术融入到国手教研向下当进。云林科技大学韩国系用电脑数位科技记录下嘅七强拳法套路，唔单止做得出武术通法，也是在发展做天通游戏、武术机器人，也得更多嘅运用。大帮科技嘅天数流传百年嘅七强武术文化，有为韩国等真、韩国相应嘅幸福猫。有國小學生嘅細細隻嘅一定打拳是唔凊彩，練功前有假設，一條成人嘅打嘅係西羅七強武術，拳法基礎係用氣功、再學、力學做基礎。一條小學生唔單止為數腳功夫，就練拿兵器咪輕等陣，齊面棍法、棍刀，練起來輕豐盛。西羅鎮貢獻國小本身人嘅對3年生就開始接觸武術，無分男女，每個人都有武術基礎。可以強身，然後可以幫助自己不被壞人欺負。可以強身啊，然後當女生比較不會被欺負啊。向，香棍碰好，好抱拳，放包，不对，一輪向太同國小每個禮拜嘅早晨就有100打拳嘅時間，由對武術世家出來嘅校長王振聰擔任師生向他打拳。成人嘅睇畢業前至少就會學會四套拳法。像太同國小、貢獻國小按嚟推廣武術教育嘅學校，睇雲林縣唔算少數。喺10年前，雲林縣政府就落實武術當今嘅教育政策，避免武術傳承出現斷層。而講到雲林屯武術的關係，就對8公年開始講起。這邊是屬於我們嘉南的谷倉，早期在清朝末年的時候，因為盜匪橫行，常常來劫掠這邊的財產，所以呢，我們當地人呢，就從大陸延聘了武術的高手過來這邊傳授武藝。那最早是劉炮，就是阿顯塞，他是1828年。就從大陸過來了，所以到今天呢，也已經將近200年的歷史。那這些武術呢，保衛了我們這些身家財產，所以我們的老一輩，像現在小朋友的阿公、阿祖，他們都還會這些滾陶。農拜西羅七強武風嘅現身，富林高手乃就有，泰式武館睇養生，也係對抗我來反映的世界就輕重要的分量，我一下沙天天的沒落嘅。雖然是阿三的故鄉，但是現在那個社會上都偏向於經濟的關係，所以說一般的家長還有一般的小孩子已經沒有在接觸這個武術文化。所以說我們學校就是因為有基於維護，讓這個地方文化能夠傳承下去，所以說我們就繼續把這個責任擔起來。不過時空轉變，變得個冇同樣。而屯農拜睇武館拜師學習嘅武術，辦到好高地度來教，師資培訓教才變天，總快出從頭開始。
师傅教给我们是没有留下教材的，师傅只有用嘴巴跟他的徒弟教给我们而已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融入所谓的教材教法，我们会把老师精选体育方面专长的老师，每年大概集训7天的时间。那教材上面呢，我们也已经有做编定，所以我们有出了滚幕，还有第一式的综合套路。那这个也有配合有教材，就是我们把影片转录成编辑成册，然后也有烧成光碟，然后分到各个学校去。毕竟像我们这一代的老师，讲实在话，接触武术的并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少。云林县当然有透过一些所谓武术种子教师培训计划，但是总是练习的时间有限，而且你练习的套路也不多，所以说当你要传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你教给小朋友其实很有限。手面来开，用空洞，3、2、3。高建国小路结合的地方资源，前来当地凤山馆馆主廖起来教武术。在伊的推手下，高建国小学生的连续几年在国术比赛当中就拿到好成绩。较早，你若伫地方要叫阮讲叫人来练，叫一寡时大，叫一寡囡仔要来练，拢无人要练。只有为学校，阮伫学校传承，学校配合阮，阮阁带出门阁表演。所以讲，阮即摆的团队是足坚强的。谈论时空的变化，武术文化无像8公年前按形成。虽然一下在地方有心人士的打拼下，武术热度高演，点下重演，本武术唔会消失。不过本身人的真实吸收不一定上会好，是又是另外一个大难题。引起小朋友的动机跟他的持续的推动力这个教师是扮演灵魂的角色。所以你如果去引起这些小朋友的兴趣，如果去让这些小朋友能够把这个武术带入他们的生活当中，这是非常的重要的。你爱佫互因有兴趣，爱推动囡仔的兴趣。你若甲囡仔歹，即摆囡仔要调嘛无啥像较早安尼，要调才安尼一概屈势无才讲拢一模一样。较早你练一定爱安尼，骹尾拢一定爱屈落，即摆小可调的囡仔就惊忝。所以讲你嘛爱有才培养兴趣，才甲因训练。七茜武术它这个教学网站上，我们有放置了一个 AR 的互动的这个机制。那首先就是使用者他会启动他的摄影机，他就可以拿我们附赠的这个设计的这个 icon， 让他去做一个辨识的动作。七茜他武师他所表演的动作的影片就会在影像中就会出现。那他一边在观看的状态中，他还可以去转动这个画面，所以他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角度。云林科技大学利用电脑数位科技记录7项武术拳法，用新科技 AR 控制实境，本传统武术看起来变得很过现实、很过上瘾，想要上升人类的学习兴趣，同时弥补学生的毕业过后无办法去大学的遗憾。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种3D 动画变成一种互动式的模式，也希望说在学校。我们老师教完以后，小朋友回家，他们可以透过电脑网络，然后自己去点选，然后可以做一个观摩练习。我们觉得这个方式也不错。我们其实从小都是看那个什么7落7砍5的武术开始长大，所以我们对这会有深刻的感情，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子参与，然后把这样子的运用到数位媒体的技术跟概念，怎么把这样子的技术加以保存。数位媒体同传统武术结合，
本期腔复述传统文化为老灵魂，有为新的面貌。看起来韩国相应之外，对复述透露的保存，韩国有发时代的重大意义。因这种想法真好，迄种物件较袂叫流失哩，过来甲一寡老师傅的白甲布流传落来，较免像较早车拢会碰见呢，一寡药车甲迄个军谱迄留落来，但是甲一代过就拢流失哩。你若用个网络顶悬，安尼咧拢较袂去流失。即摆囡仔若咧看有当时若无聊，嘛用落网算，安尼会当搁较推展咱的武术搁较大的空间。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的，我们制作的光碟教材，它是看到的是平面的，你看不到它立体的。但是这个3D 动画，它可以看到它立体的展现。因为一个拳出去，我们看到只是正面，但是其实诀窍还有后面的这个，人工这个耳扎那边让维修，这都是一般的平面那个光碟看不到的，那一定要从3D 轨迹当中才能够去把它展现出来。云和泰切强复述透露数位记录计划，前面是落全系统轮背负亚冠的老师傅，本一等做贴纸的衫，将论上副行47个监测点，透过7台无穷素材的摄像机，传到电脑判图，记录下研发的光点轨迹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先请武师来套量它的尺寸，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非常合身穿着的，然后它不能这样子动来动去。这个点在身上都是有固定的位置，因为比如说像手腕的这个地方，这2个点呢和手掌上面的这个点就可以定义成它的拳头的这一块。那它在动画软体里面就可以跟拳头那一块的骨架做相连的动作，就标签成这一块是拳头。是莫看强也两贴纸的健身衫，一辆车的上班人员，记录光点的硬体设备，每爱700万。计划当中最重要的资产，武术老师傅，韩国係唔驚辛苦，但日都一樣捧來翕，見大鉗就係為到要做好武術保存的工作。留啲擺正，弄2點鐘一，2點鐘弄一套，一套佢係上講。大洲道变个人个构图个个弄抓做起来，配合会是弄一套困流量2点钟。透過一條光點得到嘅透露研發動態數據，屯農版攝像機翕到嘅2D 影像記錄無用用，加條基礎動態自信，係咪做得運用睇陽炎通話、天眼遊戲項，做各種多年的開發使用。因为以往的套路捕捉主要是靠一般的摄影机从旁侧录嘛，那种方式呢，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转动视角，也就是说从武师的360度去观察他在表演武术时候的状况，那就会有一些死角或是细节的地方没办法注意到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个它捕捉之后呢，算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动作截取。那之后可以应用在动画或是游戏或是数位价值内容上面。光點規則數據資料，韓國人文模型製作、創建模型設計，請等陣的切強複述 3D 立體通話出現喺面前。不過因為考卡到經費唔拉擺，6年來長記錄嘅10套研發，本身的2套複述通話。古老師傅老為老，高深的高深，屯時間就表為記錄保存工作，實在係前條件。武師的時間不能等，現在的武師已經蠻多，已經不太能夠打。我們去年為了要能夠把這案子能夠變大，能夠真正完整，我們找了將近10-20位武師，大概可以條列單的已經有100套，對。那如果把這樣的東西記錄下去的時候，但是對於我們在這個時代，我們對於後代子孫能夠真正能留下的資產。最主要吼，就講你看嘛，一條武術的師傅，弄老啊，這個啊，講後期那冇老就記錄起來，後期無冇面見好定樣，嗰來實際就好沉默嘅。這款呢，係一種較好的方式。因為這款呢，雙眼
流扬起来哈，做起来，较尾发度互保留落来。后前伊咧，阵阵麻烦死细，一个下台印章就发度互个给修案，个好落来，科技哈，所以讲调整好的保存甲防范。史台流传200年的气枪武术，虽然谈论岁月一系列消失，不过也下透过通信科技跨两代的结合，武术精神同拳法招式本记录保留下来。气枪武术的符合宝典，我睇科技功夫行继续流传。